普通上班族點樣先賺到第一個100萬？如果你唔知道呢條公式嘅話，我諗你會俾人遲10年甚至20年。細個啊，成日聽人哋講啦，要分散投資，但我話俾你聽咧，分散投資係注定失敗，因為你一世都賺唔到錢噶嘛。我咧投資就一槍過，揀中一隻咧就帶住打落去。我玩 Pokemon 卡啊，買飯糕都買50隻啦。普通人咧要翻身，一定要記住呢條公式：小資本突圍公式。將你嘅儲蓄成一個高波動嘅工具，再成為一個趨勢交易。你聽唔聽得明啊？我而家就拆解俾你聽啦。有好多人錯在本金得個10萬8萬，就學人買收息股，一年收嗰幾千蚊利息，搭車食飯都唔夠啦，有意義咩？記得喺我冇錢嗰陣時咧，我真係解除咗呢個叫咩叫穩陣，一定要擁抱波動。例如咧納指啊，甚至係黃金呢啲產品，一日可能有5% 嘅波動，咁先會有機會賺到錢噶嘛。當年嘅我啊，只係做一件事啫，就係喺回調嘅時間分注買入呢啲強勢嘅資產，利用佢哋嘅高波動，用3至5年嘅時間，將你嘅本金滾大3倍。呢個先係小資金變成大資金嘅唯一出路啦。知啊，我而家睇緊邊幾隻高波動潛力嘅品種，留言想知，我準備咗清單俾你啦。如果你想套用我嘅投資知識喺 Pokemon 卡上面點樣去賺錢呢？睇一睇我哋上面條片啦。